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我俩所采位所是到新北市三芝区的新庄里哦。背后了水口民主公王庙呢，喺266年前，客家先民从福建田州渡海来台了上岸的地方，佢哋也来了家乡所服侍的民主公王，抢到台湾起庙来拜哦。虽然呢係只風頭水面的地方，但是因為民主公王的庇佑，200多年來，他家在講係安居樂業。但是去年700年來，地方上唔係非常平靜，乜解原因咯？即係因為呢係只風頭水面的地方，透長年有風，故所到台灣那種嘅發展風力發電嘅過程當中呢，無論係陸地上嘅，亦係離岸嘅海底度嘅風力發電機呢，都講到了為實。但是當地民眾認為呢個地方先都唔係非常適合啦嚇。其實唔單止係民眾，還有認為天天咯，到去年10月28號嘅種嘅環評委員嘅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裏面度，那環評委員也認為講，呢個閃利風場離岸風機嘅閃利風場不應該開發。因為從呢個例來看，到底呢2年來台灣當積極推動嘅離岸風力發電嘅政策裏面度。那種新嘅위소與埋問題，一個行政長期出現喺度嘅矛盾，而嚟面對嘅。但係行業中度，搶蔡天鄉親講本堂，也搶全國學者來打罵，也搶來關心。好，以下節目鏡頭來到你新莊里順頭哈，古莊里啊，大位有發通中心面頭前哈。那先跟我們三芝的鄉親大家問啊，大家午安。好，那馬上為你介紹現場來賓。第一個是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的副教授黃志成黃老師。各位鄉親大家好。好，謝謝黃老師。他可以從海洋物理、海岸工程跟海洋科學方面給我們帶來，告訴我們說這個水面下的這些美感，好，專業是什麼？再來是台灣媽祖與保育聯盟的理事長陳炳亨，陳理事長。各位鄉親大家好。好，那他其實也有一個比較官方的角色嗎？好，第三個呢是彰化環保聯盟理事長蔡家陽蔡老師。好，各位鄉親大家午安。好，如果說台灣這些離岸風機全部都深設都架設好的話，60%都在彰化外海哦，所以這個蔡老師，我看你好像笑不太出來哦。我們先來看到，就是說新北離岸風力發電計劃呢，它風場範圍呢，我們剛剛講說淡水的崁頂里一直到三芝的這個後厝漁港啊，那整個風場範圍呢是50.8平方公里啊，那後來是下修到32.32平方公里，那水深平均是25到70公尺，那風機規劃最大數量是62隻，廠商原本要做62隻，後來下修到多少？33隻，幾乎是腰斬一半啊。這到底是很謹慎呢，還是說野心很大呢？等一下來可以來討論。那風機離岸最近是1.8公里。事實上，在這一次的這個三芝反風機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說是反對假離岸。這個1.84公里難道不是離岸嗎？我想請教自救會的這賴會長，告訴我們就是說，什麼叫假離岸？你們到底支不支持離岸風電？那所謂假離岸是什麼？你們的認知是什麼？綠色能源，在台灣，就會 OK。以新北的案子，它最近的距離，這個是1.84，是到了第2次、第3次的說明會，他們才定出1.8。所以原先不是1.8。最原始它很糊弄的，就是1到4公里啊，1公里的上下10%，就是900，它也可以做，1.1它也可以做。這個，所以我們把它定為假離岸，因為我上網查過很多資料，在德國已經商轉的離岸風場，從16公里到101公里都有。然後歐洲在發展離岸風機的離岸風場的經驗值，他們走了12年，他們有定了，在2014年有定了一個標準出來，從2004年發展到2014年，他們有定了一個標準出來，就是離岸真正的離岸的標準距離就是30公里，所以我們很清楚的告訴我們的能源局，你這1.84是純糊弄的，1.84才1800公尺，我隨便跑2下我就到了。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定出這個距離，所以我們把它定為假離岸。
好，嘿，我们听到自救会说的假离岸之后呢，它离海岸就是这么的近，但是我们刚刚讲过了，这边从淡水的坎顶到三芝的后厝港，还有好几个渔港，可能直接冲击的就是这些渔民的生计。我们先跟着新闻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上日深夜，新北市三芝区浅水湾的后福渔港带走的6多不鱼的。也是六太高2只也无限滚热的野生狗，也下其受骗的自家的头路会受到影响。平常就是在这个海域，林山鼻到新市镇这个海域，就是在抓这个布拉鱼、白鲳，还有乌鱼啊。伊即满风车来给我们拆落去，我们就等于都没有办法下网了啊。有25年内湖的经验的在泰国，虽然也下半退休的，下半夜还可以出海。这边上面去啊，往上面都是射风机的地点啊，一直延伸到我们浅水湾外海这里啊。谈到也柜台偏离的太海，可能会使房地发展技术，不是讲没有出来反对，也许会给一波抗议的素材。你不管是什么方式的捕捞，都会受影响啊。影响最大的是流刺网。甚至于也有可能就全年就休息，没办法抓了啊！你跑更远的话，你天气要更好啊。天气不好的话，你跑远的话没办法去啊。当中多个试点上呢，25岁的龚子祖后生悠悠的就有19年的海上经验，都冇简单做得带点上嘅出海去内湖嘅。唔是讲你唔希望自家嘅工作权益受到影响。已经抓了那么多年了啊，如果让风车来设立的话，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了。以后日子还那么多，所以那个风车不要来设立会对我们这边比较好。首部拒绝。彼得表示坚持反对第三次在离岸风力发展技术按照里面来到反捕捉头前讲出其他的诉求。喺公司的风机唔但将影响到渔民的生活，在地嘅环境、生活、公共要道都会受到破坏。其实新北三芝这个离岸风电的这计划呢，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个潜力风场里面做成不应开发这个建议的哈，还有这个桃新离岸风电跟1月3号啊，彰化福海2期在芳苑外海的这个福海2期也做成不应开发。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陈理事长，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潜力风场做成不应开发？这比例事实上是还算蛮高，因为我们有28案送进去，23案通过嘛，哈。那等于说，如果28案里面有3案是不应开发的话，将近是3、9、27，所以等于是1/9的都是不应开发。您觉得这个点是在哪里呢？这些不应开发的这些潜力风场，它存在哪些冲突和矛盾？主持人刚好提到说，其实反映一个问题是台湾的那个能源转型的速度太慢。其实，在98年那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过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年的那个发展速度是非常非常迟缓的，所以导致变成是2014年当那个再生能源看起来比较有契机的时候，突然大家等很久那些再生能源的那个人，所以都变成是大家都纷纷的抢进。所以那抢进的结果，其实我们过去在做基础调查跟基础研究的时候，其实也还没有去考虑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过去的基础研究其实也不太够。那变成是说，好，那现在等到有这个大趋势来了，所以变成是画了很多的那个潜力场址。可其实这些所谓的潜力场址，它可能只有风速够，可能只有风速够。那可它其他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去做调查，比如说像跟会不会影响到渔民的生活，那个是要长期的那个社会分析才有办法做的。那是不是长期对海洋生物有什么影响？其实它之前没做。对，那等到要开发的时候才开始做，其实都有点太晚。对，所以它会导致变成是说，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会有这几个被认定成不宜开发。那我们是比较担心的，倒不是这几个，因为会被认定成不宜开发，那表示它真的问题
还非常大，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那个被认定可以过的，可是它其实我们目前的前置资料有很多其实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怎么会不会影响渔民的生活，或者是怎么样跟社区达到一个共同发展。我们有渔业补偿不是吗？对，可是问题就是说，它其实它只是补偿是不够，因为它同时可以联合到我们怎么样跟渔，就是也是有可能可以透过海洋能源的开发跟渔村或渔民变成永续渔业，也是有可能，可是那是需要很多时间下去做研究，然后甚至要去跟渔村去谈说怎么样合作，所以目前看起来是这个部分是还不足这样。那我们来看看，就是三芝风场这个它不应开发有6大争点啦。第一个是说，它有一半的风机呢是位在航港局的禁锚区里面，就是说这车辆就算是遇到台风也不能在这边抛锚，也不能在这边下锚，因为这边是禁锚区，有着航行上的危险。再来就是说，它临近两岸直航的航道，还有它是南北惯用的航道的转向点。另外呢，除了中华电信之外呢，这公营跟私营的海底电缆有11条在这个部分哦，所以等于这个风机射下去之后，可能这个电缆上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通讯啊这些都有问题哦。再来就是说，在风场南边有人工鱼礁，上岸处也有人工鱼礁，还有就是说，这边其实台大戴昌凤戴教授有发现说，其实这边有藻礁，它已经累积了60公分的厚度，大概估算一下是2000年累积下来的藻礁。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黄老师，就是说桃心离岸风电的那个也是做成不应开发，那边也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片的关心藻礁，所以就变成说整个台湾海峡，刚刚陈理事长讲，风速也许是很适合的哦，那它是一个峡道风场，但是水底下的东西或者是海岸旁边的东西，是不是很适合做离岸风电？那这个部分我们的前期的调查是不够的。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政府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之前的一些科学研究数据现场调查其实没有做一个有用的资料库的汇整变成说每个都是一个计划跟计划相关，因为针对某个个案需求，我们就做一些短期的一些资料调查，可是这种东西通常是不足以去说服很多的一个社会大众然后还有再来就是说台湾这样短短的南北大概就是400公里可是呢，它局部的很多的特性其实是每个地方都会不太一样。你说海底有很多复杂的地形，对，就连海岸的特性也一样啊。我们有什么北边有珊瑚礁，对不对？然后到到台湾中部的时候就变成沙岸，那中间还有过渡一些什么砾石，像我们桃园有很丰富的砾石海岸呐，然后还有藻礁很多的特性，所以因为每个地方它的特性都不一样，那你又没有长期投入资源在这些资料的汇整上面，所以其实目前看起来这个就是个案式的嘛，变成说你即使调查出来也没办法说服社会大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水下工程会这么样的贵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离岸风电呢，就是说它会在海上，这边是要设基座基桩的嘛，哈，所以有一个基座基桩下去呢，打海床这样下去，然后会有个海底电缆，这样并联之后呢，输送，然后这边上岸之后就会岸上变电所，然后最后到台电的变电所并联供电。那这个1840公尺这么近的第一支的这个风机，就这样靠近我们三芝地区这边的乡亲。好，那我不知道乡亲对于说。这一支大概有400公尺这么高，101是508公尺，所以它大概比101再少个100公尺左右，大概这么高的风机设在那边，乡亲觉得说对你的生活品质或对你的健康有什么隐忧，或者说有什么影响，是你们觉得会担心的，请告诉我们好吗？好，这位大姐。我想风车的话，它不是说不管它陆地或者是海洋，因为它风车一定会有风车病。那所谓风车病的话，它这个风车病，对一般我们就是叫做低周频，就是噪音的意思。就是它会有低频噪音。低频噪音那所谓低频噪音的话，它就是说用那个我们来区分的话，就是100不，一般我们人耳可以听得到的话是，差不多超过100是可以听的，然后100以下的赫兹的话，它是听不到的。那个我们就叫做低频噪音嘛，低频噪音的话，它就是比如说你回转的速度越快，它那个就是1秒它回转几圈的话，这个就会产生音压。
那个声音的压力越大，对我们人体越来越不舒服。所以不管它是盖在海上或者是盖在陆地上，其实它那个噪音是从机器本身它也会发生它经过那个震动引起的。所以那因为这样子震动，它传送到我们的耳朵，我们耳朵本来是应该听鸟声啊，或者是听很舒服的声音，结果听到这种就是细细碎碎的。大姐，风车病是你讲还是有科学医学根据的？这个是根据日本的医学他们发表出来的，他们也说就是说超过100的话这个就是人体就是不要超过120到100的话，这个是人体的那个低频，我们叫低频噪音是，所以人体就是比较听起来要听就听不清楚，然后不是很清晰。那长期下来的话，你的耳朵就造成好像就是有一个杂音在那边。所以你以超过100dB， 我们叫 dB 的话，它那个就是你的身体就会感觉生理上跟心理上会感觉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话，你有时候当然会造成你的头晕甚至有时候晚上没办法睡觉，或者是呕吐，会失眠。对，因为这个就是长期这样子。对，长期失眠真的会造成忧郁症好，那谢谢这位大姐从日本。对这个医学根据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有所谓的风车病的存在那这个风车病可能譬如说是会造成你长期的耳鸣啦、头晕啦、失眠啦，最后可能就是有忧郁身心症的产生。好，谢谢。那还有没有我们相亲？好，这位大哥。咱这个石门这个合一场那合一场顶有一个风车公园，有6支，的时候，阮去甲看的时候有2支是完全停止，就已经故障大掉那是台电以前盖的风车公园，是个示范就对了，让大家来看看。陆域的那伊阵的时候有2支是完全故障，有2支是会无袂发电。阮咧刚去看的时候，一支发217度，一支发467度的电压。就讲这个风车发的电的时候，根本都无够阮石门用，莫讲阮3G要用伊。政府经营的机关就台电的这个机关，这么大的机关，伊都无法去给维修好伊的损耗率几乎是70% 了。你说台电设的那个风车公园，6支风车，事实上现在的耗损跟故障率是很高的，很高，都无力去维修，或者是说去把它这个。那在咱这个冬天海域的时阵我们东北季风海域的时候，咱这个我听阮这个自救会内底给阮提供意见甚至这海用有到10米悬。所以伫海顶的时候，伫冬天根本就无法通去维修这个风车，那政府都无法通甲保证民间的企业无法通甲阮做什么保证。这个过去的石门这个风车公园的经验告诉他说，风大发电好，但是风大也有可能造成风车坏得快，维修困难。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蔡家阳蔡老师说，很多乡亲都告诉我们说，他从日本的经验也好，或者说从现在石门的风车公园的经验告诉我们好，就是说跟风车生活在一起，你看得到，你感受到，并不是一个愉悦的经验，甚至会有很多的担忧。那彰化外海更多，那您的观察是什么？是我住在彰化鹿港，现在路上风机密度最高、数量最多的就在彰化的彰滨工业区你有风车病吗？我没有风车病，因为我离大概还有2-3公里远，还有2-3公里远，还好。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当然我支持绿能，我也反对核能因为台湾是没有条件用安全的核能，所以我们在批评或者是说现在绿能的这些设施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你看你批评绿能，所以你就支持核能都被2分法，这是很糟糕。因为我们要对一个问题要全面性的思考。我也很讨厌风机，我是研究鸟类大风机因为鸟类跟大风机之间产生很多的冲突。那其实都可以解决，但是因为我们的基础研究都不够，我们提出很多研究的数据给台电，台电说不行，我们已经都设下去了。然后从过去在发展离岸风机的时候，我们也都提供很多的建议，说你应该做哪些生态调查，要做长期研究。刚刚黄教授也说，很多都是跟对个案去做，就表示说我们根本没有一个长远永续的能源政策，告诉我们说从几年开始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到比如健康风险、生态的风险、海下的这些地形地质这些施工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现在被压着2025年要非核家园，所以一切都在赶，一切都在打代跑。在彰化审查的时候，连上岸的那个
接收点都还不确定，然后就要业者去规划那个上岸的路线，结果台电一变更路线，厂商又要全部重新去设计去变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政府在规划，或者是说我们在面对能源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解决眼前的，我们都没有一个长远的思考，所以离岸风机是我们要期待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详细的健康研究、生态的调查，然后能够确认避免这些风机设置之后对生态环境都没有太大冲击，但我们当然接受。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接受，就是你看连居民的健康风险、连生态的调查、鸟类的、鲸豚的都没有办法一个长期正确的资料，那为什么要我们现在就要接受这些离岸风机？所以我们是觉得说问题太多。然后时间太赶，没有一个长远规划，这是目前我觉得离岸风机对大家疑虑在此是最严重的。好，但是呢，居民还是担心，就是说这33只风机目前是说不应开发，如果真的设下去之后，他们会担心哪些事情呢？对生态又会有什么影响？我们真的调查够了吗？先跟着镜头去了解一下。天空起晴，披带将的风景，是潜水班出到凤阳的主要原因。或者呢，咖啡店传统要求，没见快见到。来，拿铁加牛奶的。咖啡做下嘅5种原料時，同樣是咩同業下準備食主角係個原料，對法國來嘅期同家老公係頭3支，可以意見意大利同法國食嘅家鄉料理參觀。而業客來到日，獨先嚟食飯，還是嚟看睇佢長嘅風景，也是同家老公準備愛食離岸風力發電機組。目前我們看得到資料，它風力發電機的基座加葉片的高度將近到400公尺。業者告訴我1公里多我看不到它，它的大小幾乎快要到101大樓那麼高了。我站在信義路一段，你跟我說看不到101大樓嗎？不可能啊！那我怎麼能夠相信業者跟我說，你在我面前放了62隻風力發電機，我看不到它？風機做了，它會震動，會產生很多眩光啊。沒用人小片呢，會破壞嘅豐富嘅海洋生態。曾經有居民發現過有那個烏龜的蛋，還有烏龜爬行到海邊的痕跡。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個手電筒我們放在前面，然後用電風扇這樣照，那烏龜只要有一點光的干擾之下，它一定會不敢上岸，它變成它一路就往北直接游到日本去，中間沒有一個休息的地方，那會不會造成這個物種的危害，甚至到滅絕？這部分我們台灣完全沒有針對這個方面去做調查。人參山料這邊的紅泥土比較好吃，比較香。減海未減產嘅3支，含有暫地運動鐵石，山藥就係其中一啲。財鐵省負責企發展20旁嘅推廣農村再生，攀農夫實施含有葡萄，來等大家能認識財鐵嘅生態景觀。海岸線這麼漂亮的藻礁，很天然的環境，遊客到山生步道來遊玩走，順道會走過我們這個自行車步道。大家一聽到說這個離岸風機在3支設立，我想大家就比較不會來了。居民強調，假如唔反對風機，係先嚟比賽愛跌倒，就唔會為到愛發展20年起身嘅豐富嘅海洋資源。剛剛新聞影片裡面有一位這個受訪者講到說，其實有隻烏龜，那個烏龜其實是綠蜥龜啦，而是保育類的綠蜥龜哦。那我們來看看，就是說這個廠商所提供的這個環境調查裡面，是不是都齊備了這些生態調查？我們來看一下哦。那在這個我們先看着蔡家陽老師比較關心的鳥類部分好了。好，鳥類呢，因為風機設在海上，有400公尺這麼高。海上保育類的鳥種有2種，一個是白眉燕鷗，一個是鳳頭燕鷗，是有2種的這燕鷗。那另外就有鯨豚的部分。那鯨豚呢，從民國106年開始調查，5月到10月這個部分，半年期間未目擊任何鯨豚。我想問一下，這個關心媽祖與白海豚陳理事長，這樣的鯨豚調查方法 OK 嗎？他說半年沒有看到，這裡就真的不是鯨豚的這個生活的回遊區了嗎？我覺得他們不知道怎麼調查的，應該問這邊的漁民，應該多少都看得到吧？對，之前還曾經在，對吧？大家都點頭，應該、對。然後其實之前還有一個網友的照片，是他在岸上，站在岸上就拍到，他已經有靠岸，所以，這也是我們不是我們不
支持再生能源，是因为它真的很多基础研究真的太薄弱。那我想问一下蔡佳阳老师，这个白眉燕鸥跟凤头燕鸥一年看8次就够了吗？其实这就是我们在环评调查的一个盲点哈，因为它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调查规范去做，但是海上风机那些鸟有时候特别是迁徙的时候会利用夜间。但是我们观察都是白天搭船出去，所以在夜间的这些资料是完全没有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有说一定要设雷达去做长时间的，比如说1季好几天，那鸟类迁徙的高峰季节，去了解飞行的路径跟风机的叶片高度，还有那个路线上面会不会有冲突？结果完全都没有做，完全1年看8次是不够的，是完全不够的。因为鸟类的活动它是一个长时间，尤其是迁徙高峰期，你如果一次只是看一次，刚好白天的时候不是鸟类迁徙时间，你完全看不到。所以就是因为调查方法的这个有问题，它是一体适用，陆上的、海上大家都用同样的调查规范，所以其实应该去有一个离岸风机的一个特别的调查的规范的方式，不然我们调查完全只是看到有几只出现几只的量，但是你完全不知道说它飞行的路径跟高度跟离岸风机有没有相关，所以这个是调查是完全不足的。在地的乡亲1年365天的住在这里，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在地观察是什么？你们担心的是什么？这样的生态，其实人跟这些动物是自然一起共生的。如果他们出现了危机，他们生存出现危机，那我们是不是人类也会面临相同的困境呢？好，我们请在地乡亲告诉我们。然后这位的。大家好。那个首先呢，我要说的是，我们有曾经在这边海尾溪的部分有发现过那个绿蜥龟破蛋的记录哈，然后也有它爬行的痕迹。那这个部分我们风车的调查，它对于光影的危害完全是都没有做的。好，包含了我们那个海洋大学的陈教授，他有把绿蜥龟做一个卫星定位追踪的部分，让它一路从西海岸往北游，然后包含了我们的淡水跟三支这部分，它完全就是绿蜥龟它上岸的地方，它中间休息站，然后它一路再往上游到彭佳屿，再到日本去，它来回游1年大概要4到5年。但是这部分我们的风车如果盖下去，风车跟那个太阳或者月亮造成的影子，会不会造成这个物种的危害？就说满月的时候，这海面会反射月光，然后风车这样转轰，就会有眩影、眩光。对，这部分那相关的研究完全都没有，真的是需要好好做调查。好，那这位。他说，常常说是106年5月至10月间未目击任何鲸轮，但是在2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总共2月的时候，去年年初2月就有4起海豚搁浅的事件。那么再加上我暑假有站在浅水湾天桥上面，就有看到一些海豚露头出来的踪迹。对，那蔡老师，我们确实刚从这个绿蜥龟也好，从海豚来看也好，真的是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那我们会讲说，这个台湾98%的能源都要靠国外进口，能源的安全其实相当重要。如果有一天这个缺电的危机，这台湾的产业都因为没有电跑走了，人都活不下去的时候，绿蜥龟和白头凤鸥、燕鸥到底关我什么事呢？其实悲观一点，没有人类的话，这些生态会活得更好。地球不需要人类，是人类需要大自然。地球，所以其实如果从能源观点来看，确实是我们要有很多的自主能源。但是我们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长期都忽略对于海岸的这些资源了解都完全用大陆性的思维在思考，在治国。所以其实很多国外好像不错的大风机、离岸风机很好，有时候不见得适合台湾，因为国外的海岸地形地貌跟台湾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自主的长期怎么去思考适合台湾的能源。所以其实我从以前就是一直希望说能够推一些中小型的风机，不要再设这些大风机，而且风机的话是就地生产、就地使用，在这个社区这个生产完就直接供应给这个社区，而不是像现在大型风机又是并联到大电网。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从一个台湾这样的一个岛国的地形特性去思考我们的能源政策，然后就一直引用国外的，然后造成这种当我们了解在地的特性的时候，我们提出这些反对，都没有得到一个合理跟长期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出来。所以才会让我们这么忧心，好像变成说，你看离岸环保人士应该要反核，又反绿能，
给人家这种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就是说，其实北欧的北海也是一个很好的风场，那有很多像这次来台湾的这个深设这些国际的厂商，不管德国啊、丹麦啊等等之类，他们在北海事实上北欧的北海都有这个深设这个离岸风机。可以比较一下吗？北欧的北海，它的那个海洋的环境跟台湾海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优点我们也有吗？还是说我们的缺点事实上是我们在隐藏在海水下面，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好，德国他们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一些近岸的争议，可能把就往这个区域往外海推，而且他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广阔的海洋。可是我们现在在台湾海峡呢，你仔细想想看，台湾海峡又是航道。它的宽度，你看不如欧洲有这么宽的一个场域，好，那又有一些渔业啊等等的限制，哈，所以你说再加上我们台湾其实说到这个，我是觉得是汗颜的，因为我们海岸尤其海洋工程的技术，哈，真的是说以海立国，可是我们海洋工程技术根本不足啊，连之前打个桩都是要。也闹得整眼，大家都要请大陆打的桩啊，或者说请外国的船来打桩，所以我们根本这个自主的能力其实是相对的薄弱。那你当然这样子就选择就少了。好，那国外他们是长期去做那种基础的，不管是基础的调查也有，他们光做那个案子就是长期的资料库都在花时间在建置资料库。所以当一个政策是推出来的时候，是很有长远的规划，甚至他们可能规划到10年、20年、50年后，他们想要怎么做什么，然后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找到最大的一个妥协跟最大的一个平衡。可是台湾，我目前看到在绿能这个规划的确是有点就是抛出议题啦，然后让大家就是且战且走嘛，对不对？所以才引起来。且战且走。对，就是。所以政府能源局先开这个36个潜力风场啊，碰到航档再下修到22个。好，那厂商你就来深设吧。深设不过的话呢，没关系，政府再收回来做这个区块开发。等一下会讨论到，所以我们真的是用打带跑的方式，目标就是2025要非核家园。目前看到的规划是这样子了。即便是这个样子，我们还是要继续往绿能的方向走，因为我们其实还是要有能源的多元的或发电的方式要多元化嘛，哈。那我们来先看看，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赞成绿能，大家也觉得说我们要洁净能源，我们要这个能源自主或等等之类，但是为什么离岸风机却是遍地点火、遍地开花，到处都在抗争？到底抗争的是什么？到底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政府还有要面对哪些矛盾和冲突跟挑战？我们来看一下。反对假离岸，反对假离岸，反对假离岸，要生存，要渔权，要渔权，守护北海岸，拒绝逃离。各派人马连电出来，大家睇到一些風機就當見。新竹咱改片韓國觀音區改片殺風茶落去2年的落去幾兩年改變全部冇。跟滿載的好錢，全部做落來新武器那邊的。伊迄講落去風茶射落去，我愛那片的沒都是全部冇的。在這裡生活，在這裡徛起爬起來，咱目睭都是看四方八達，迄個噪音啊，聽久啊，人講毛音傳人的這身體有損真濟啦。規定的這個風場根本就也無和地方遮漁民、和漁會這邊做協調，但是因就伊個這個初審會議就講，因已經和漁會講好啊，結果因是做禮貌性的拜會，就當作講漁會漁民全部答應，所以講是伊欺騙的這個行為。民眾見證議在嚟風機過後，對成份漁業一定會影響。不過就明年初嘅公告，全台灣有36個閃電風場，其中係10種嘅種發嘅外海，總共有22個卡喺全國嘅陸上客家。行政院會明年2017年嘅6月咧，通過經濟部嘅風力發電10年推動計劃。相當於我們目前3個核能機組就是核1、核2、核3核能機組1年發電量400億度的40%。彰化海域是一個很大面積屬於底棲性魚類的主要棲地場所。如果全面的施設風機，這些魚不見了，把海豚要去哪裡？這些離岸的風場遇到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問題，最明顯當然就是漁民。
第二个就是白海豚的议题，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共同处理的方式。美国達成2015年飛係假期的目標，現在該發展6年。只不過啲時不會說，在安度嘅風機係唯一的選擇係。为什么我们要推非核家园？因为全球在发生3次大的核灾之后，让我们开始去反思，尤其是311福岛核灾离台湾最近，那个临近性感受是最深刻，所以我们更确立的要非核家园这个方向，我们要发展洁净能源，要绿能。那目前能源结构转型到2025年目标呢，燃气呢是50%，燃煤呢是30%，也就是说加起来还是有80%是靠火力发电。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说，在去年的8月份呢，这是核定本，其实是6月份通过的，就是风力发电4年推动计划。我们来看看呢，这个4年计划里面有哪些重点。风力发电4年推动计划在去年的6月份这个通过之后呢，它主要有2个部分，一个是陆域的，一个是离岸的。那陆域的风机呢，那目前是说到了2025年的时候，它整个设置量是1.2 GW， 发电量是29亿度。那在离岸的部分呢，从0开始，好，到了这个2025年呢是设置量是3 GW， 发电量是111亿度。总的加起来呢是4.2 GW， 是140亿度的总发电量，这是我们的风力发电目标，包含陆域，包含离岸。那这些风场会设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我们看到就是彰化县这个部分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容量呢，大概是全国60%了哈。那这个到目前规划总量已经超过10 GW。那事实上，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来替代掉核电呢？那风电是不是一个稳定的基载的电力呢？这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我想请教一下蔡家阳蔡老师，其实这个地方离核1、核2厂非常非常的近，它供电替代性是很高的哦。这很多厂商也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啊，那其实我要做电网的并联也很容易啊，馈线也不是要投入太多嘛，所以厂商对这个风场事实上是很看好。风力发电是冬天发电效率好。那为什么在北欧可以发展风力发电？因为他们冬天用电量是高的，所以当北风吹起的时候，北方那个风力发电的电刚好补充他们的用电需求。那台湾刚好颠倒过来，我们是夏天用电量最高，冬天用电量最低，所以等于是你设这么多风机的时候，在冬天发电效率最好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减碳、减煤，减少这些天然气、煤的这些燃烧，所以冬天用风力发电来替代那个比较多的火力，这是我们接受的。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当风力很弱，那些风机的电补不进来的时候，那夏天这个电力的缺口才是我们应该解决的。所以我觉得用离岸风机设置多少的那个装置容量，会发出多少的电，这些都是纸面上的数字，而不是现实状况之下这些风力发电是有效的。请教一下我们3支这边乡亲，其实你们离核1、核2厂也很近哦。那你们这么多年来跟核电厂一起生活，你们的感想是什么？你们会因此更坚定的要推绿能呢，还是你们觉得说，我虽然坚定的支持绿能，但是政府的做法必须要有它的合理性，或者要有它的正当性，甚至要顾及到这边环境正义或者说居民的基本的生存，这是很重要的。我很赞同蔡家阳蔡老师刚刚讲的是讲，咱这个风力发电应该社区型，还是讲中小型的，就是直发直送。今天发电就是我这个村落来用，就这么简单，我也不要并联，就是这样子才能够解决村民或者是说大家的疑虑嘛。你盖一个大型的风力发电机是图利厂商，这是很明显的。那你所有的参考资料参照欧洲，结果到了台湾，距离也不对，所有的调查资料都不足，在座这么多专家在这里，那我不知道这个厂商在干嘛，或是经济部能源局这个政策的问题，你先把潜力风场丢出去了，让厂商跟居民在那边打吗？不应该是这样子做的。你非核家园你可以喊，可是你前置的基础调查或者说社会经济调查这些都要做的啊，不是说你今天我要非核家园，然后啪拿走一边做一边在那边让人家抗议，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嘿，谢谢。好，那好，这位大哥，这位大哥。
迄风伫鹅，风车伫鹅，迄叫做哨音哦。迄个哨音嘛吼，毋是无影响呢吼。准讲无做着咱陆地，做着海面吼，咱哨音影响较无遐大。你若做着遮海岸，踮着遮，你若迄电视无线，迄个电波伫迄，你电视袂看，死咧吼。啊，搁再来呢吼，遐差不多啦。你若船行对遐过啊，吼，做着海队。迄船嘛是行路机，嘛是有咧吸收即个种种的即个情形啊、方向什么啊，迄我受也是有影响。啊，飞机可能较紧来输一个过吼，迄电波伊可能就较袂遐厉害吼。啊，即个做者名讲做着海面，伊讲迄顶日咧发出迄个文，约1公里，约吼，海岸出去。10公尺、20公尺，嘛是约1公里啊！写迄个约就含糊啦吼。你若讲1公里出去只4公里，毋是讲1公里出去，毋是即个1公里以内，啊，迄个约就是含糊的啊。好，我们先让这个红衣服的阿伯讲啊，讲好之后，我们换穿这位黄色衣服的这个大哥讲好不好？哈。农历6月时阵，你看海边迄云哦，差不多1公里外吼。迄时阵是头城市迄款电线，遐尼捌，拢是差不多这段哩拖掠。听讲所讲啊，还佫意外真好的鱼，哦，这足重要的。这种学者拢毋知影你安怎讲，哦，咱主办单位也毋知安怎讲。啊，你讲点3G 设风机足无适合的。热天啊，3G 的这个雨水上少，风上少，点咧。啊，那热天才你缺电。对嘛？啊，你无风机，风都袂好，你要做风机要创啥？要看水的。但是阮咱自然是较好看。哦，你讲你家调啊菜卡足水哦，看久又会跣啦。自然的景观永远都看袂跣。哦，这是上重要。好，阿伯多谢。请黄衫迄，嘿，好。风力发电机目前我们看到离岸的，只要出了状况就是拆掉，没有人拆掉再盖回去的。没有人拆掉再盖回去的，所以它的不稳定性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隐忧。是啊，它没有任何的退场机制啊。有20年的时候有退场机制啊。它的退场机制是什么？到时候能源局会请厂商提供详细的这个环评报告出来。20年后再说。20年后再说。目前看到是这个样子。25年后再说。这个厂商在开发初期都没有办法去讲它能不能活20年。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在里面。这个是民脂民膏，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不是政府官员掏钱出来的。有本事你政府官员说这是我口袋拿出来的钱，出了事情我负责。你们所有人说出了事情负责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纳税人在后面缴钱呐、这是真正的现实面呐、那在接下来发出来的电到底多少可以用？北电南送，南电北送，然后消耗的电呢？消耗掉的，其实你换算我们的那个所谓的机载电力，我们缺电的缺口在这里啊。那我们的非核家园的点是对的，但是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那25年后是不是要再花一笔呢？20年后，对啊，所谓的永续经营，所谓的永久绿能，它永久在哪里？我每25年花一样的钱下去，那会不会？以后更糟糕呢？厂商的退场机制是什么呢？保固呢？维修呢？所以看起来我们要达到政策目标，还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哈。好，那我看还有这位乡亲要跟我们提及，还请说。在我们这个2015年的时候，曾经有过那个西伯利亚小白鹤，那在我们台湾算是第一笔的一个珍贵的记录啊。那他远从西伯利亚这样飞了几千公里过来，我看过那支纪录片。对，那个纪录片也出来了，那是非常珍贵的啊。那当时我们的那个环保署还设立了一个24小时的那个保全啊，在照顾这只鸟啊，所以相对这只鸟是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讲，不管是对我们来讲，还是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录。那同一年的年底呢，还有那个丹顶鹤过来，那丹顶鹤虽然在台湾已经出现过第3次的记录，但是这一次距离上一次将近有8年的时间哈。那丹顶鹤来讲，也是在算是濒危的一个物种哈。
那刚刚讲那个小白鹤更是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在他们能够来到我们这个三芝这个地方，三芝算是一个宝地啦。那我们不要讲说宝地，在环境上来讲，就是很能够让他们适合他们来的地方。像这一只那个灰面狂鹰，它在台湾的时候已经是翅膀有受伤了，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翅膀啊。还有这当天一天里面，我们就有记录到好多只这个灰面狂鹰啊，它羽翼残破的个体，羽翼在翅膀在受伤的时候，它还是要跟着气流往上飞，要跟着迁徙出去哈。那它的勇气实在很让我们来重视它哈。那我想说，如果说他们在好天气往上飞呢，可以飞到300-400公尺甚至更高是没有错。但是在好天气的状态下，当他们迁徙出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灰面狂鹰这个记录里面哈，我们在我们淡水到石门这个地区这个方向，我们就甚至发现过上千只来集体迁徙。那当他们如果迁徙出去的时候，但是我们不敢保证出去的海上是一个风平浪静好天气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不好的天气，是往那个陆地上回来的时候，就会经过这个风场。那经过这个风场啊，因为在12月28号，我们在环保署里面就放出一个影片了，就是这个老鹰被风机打下来的样子啊。因为他们在回来的时候，他们看到风机或许会避过，但是他们认为那个风机是静止不动的，但是他们靠近的时候发现那个风机竟然是动的。它是转得很慢。对，是转得很慢，它竟然是动的。那因为这种猛禽大型鸟类，它们的转弯的速度不是那么灵活，所以就很容易被打下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开发商他们能够针对这个生态方面的调查，能够做更仔细的调查。因为我想蔡老师那边也讲过，像这个鸟类飞上去，我们都看不到。那他们还是必须要用雷达来做侦测，那比较能够知道他们的路径这样子。好，谢谢。好，这一位后面那位穿花格子衬衫的哈。我用比较长远的眼光来看，10几年前三芝乡公所曾经想要请台电做几只风车当作观光用，台电给我们的答复是很简单，三芝有240多天属于无效风力。也就是你他妈谁不好啦，那个是空的没有用，真正能够用的120天，你还要扣掉做红台龟缸，能够用的没有几天，所以我是觉得台电怎么过了10几年又变得非常厉害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说，这是去年的6月份通过的风力发电4年推动计划。那这里面呢，它告诉你说，我们的风力发电是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示范风场，好开始做；第二个呢是这个潜力风场，那开放给这个厂商来申设。那第3个呢就是要回到区块开发。什么叫区块开发呢？就是说，一直到民国106年12月31号，如果这些在潜力风场申设的厂商在环评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通过，或者是建议通过的话呢，这些潜力风场呢，能源局就会收回去。收回去之后呢，它会进行整体的区块开发，也就是说，政府还要继续来做这些潜力风场的离岸风电的开发，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它要开回来之后，它要开始做所谓的政策环评。那政策环评并不是等到这些厂商都没有申设通过之后才开始做，它事实上在去年的5月1号。这整个区块，就离岸风电的这个区块开发的政策评估说明书呢，就已经送到环保署去备查了。这定稿本就已经是备查状态，所以整个在今年的上半年，这些潜力风场，能源局会把它拿回来做所谓的区块开发。所以三芝这个风场，虽然厂商申设没有通过，或者桃新离岸风电那个厂商申设是不应开发。也没有像彰化福海是厂商就是得到不应开发这样的结论，但是有没有可能能源局把它收回去做区块开发的时候呢？相对的，我们在地居民还要再面临一次要被区块开发的这个压力，而且这一次的开发呢，我们是先浅海后深海，所以厂商的潜力风场的申设呢是在浅海地区，将来进到能源局的区块开发的时候，就会到深海地区去做了。意思是说，这个
比较简单、施工容易做的，趸售电价很高，平均6块多的是给这些大的这资本去做。那个施工比较困难的、海水深度比较深的深海地区呢，是能源局要做区块开发，当然他会用这个竞标的方式，或者说用征选的方式。但是总归就是说，政府没有放弃这一块。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陈理事长，就是说，您怎么看待区块开发这未来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新的挑战？其实如果以现在这种且战且走的方式啊，那会不会顺利走到最后就是希望规划的第3阶段？我觉得可能还会是一个问题，搞不好开发过程当中很多抗争或干嘛，其实就会卡死在那边。对，所以其实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其实如果是像环评这边已经大会专家都觉得不宜开发，那未来应该就是要排除。对，所以应该是未来应该不太需要再担心说它会变成是好像第2阶段候选人，应该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民意应该不会让它通过了。对，好，那我想先问一下蔡嘉亮蔡老师呢？我们都知道小孩开大车很危险哈，那我们其实现在离岸风机的政策就是小孩开超级大车，那是更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心平气和的来看看怎么去检视，好，包括所有的前中后的后续作业，我们都台湾的自主能力能够加强，然后再来大力开发，不然现在我们真的是被国外业者压着打哦，那最后钱都是被他们赚去，然后损失生态、钱还有能源经济损失都是我们台湾在承担。好，那黄老师，事实上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讲究所谓 CP 值、性价比，花了多少钱要物超所值。我们在做这个推着离岸风电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引进国际这个顶尖的技术啊，把这产业留在台湾在地化。台湾也有台湾的团队嘛，甚至我们还要盖很多这些组装的码头啦，哈，就是将来我们这个能力也可以输出去到其他的国家去帮别人盖风机嘛，哈，有可能吗？我们台湾在基础设施还有这个研发能力整合都不够的情况下，那就要贸然进行，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危险。那怎么办呢？我是建议就是真的是更需要有魄力啦，就是说由上而下，大家社会要凝聚共识。那假设说离岸，就是说区块开发是一个势必未来真的要废核家园，势必要可行的。那当然就是有一些国营企业或说什么进行内部上位的一个整合。我发现由上你要由下，然后上也要进行横向整合，然后上跟下也要同时能够进行监督，对，垂直整合，这样台湾才有可能找到自己未来的出路。不然的话，我觉得一样在推的过程中，一样还是面临到这样子类似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的风力计划或能源政策里面，都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把这个风力发电从陆域到海上去？它其实就在于我们的政府单位也很清楚，噪音、眩影，甚至公民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提高，在都让我们变成说，陆域的风机已经达到饱和，要在陆域再设风机已经不是这么容易，所以才到离岸，才到海上去。可是到海上去的时候，我们刚刚陈理事长告诉我们，我们起步的太晚，我们太多应该要做的前期的准备工作，我们事实上并不完备，并没有做好。然后我们横向的整合也没有做好，甚至整体的这个产业或者整体的这个体制还是相当的弱。今天我们从3支，就是去年最后一场的潜力风场的这个专案审查得到不应开发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回头来检视2年来我们的这个离岸风电政策，没有错，我们都赞成，我们应该要在能源安全上面，在绿色经济和环境永续上面，我们要达到这样政策目标。但是怎么样做才能够做到这些呢？我相信还需要更多沟通和更多的挑战，是我们要共同去面对的。以上是今天村民大会，生活台港属宽，下礼拜呛持续收听村民台批，生活台港之谁？谢谢。